經文咧係詩篇第90篇，咁啊大家都可以，如果喜歡可以一同去翻閱啦咁樣。咁啊分享前咧，俾大家去諗一諗呢條題目，個題目咧就係人生係啲咩嚟咧？咁啊詩篇第90篇咧，其中佢講到啊，我們一生的年日咧是70歲，若是強壯可到80歲，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受煩，轉眼成空，我們便如飛而去。人生咧係有限嘅，而當回望嘅時候咧，人生咧係充滿咗勞苦受煩。弟兄姊妹啊，唔知你而家咧有啲乜嘢勞苦受煩咧？對我嚟講咧，其中一個勞苦受煩咧，就係點樣去面對我自己原生嘅家庭咧對我嘅影響。我諗在座可能都有或多或少聽過，今日未必好詳細去咁講，但我相信咧點樣同屋企人去相處，點樣咧去面對家庭對自己嘅影響咧？我相信好多在座嘅弟兄姊妹咧都係面對喺當中。咁咧，我哋作為信徒有啲乜嘢嘅出路咧？咁啊，詩篇咧又再講咯喎。一開頭咧佢咁講：主啊，你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，諸山未曾生出，地與世界你未曾造成，從亙古到永遠，你是神。我哋所相信嘅神咧係創造萬有，由古到今咧都係同我哋同在，作我哋嘅避難所。當我哋咧面對人生嘅愁煩啦、勞苦嘅時候，又會唔會咧因為我哋跟隨呢一位滿有能力嘅、有愛我哋嘅主咧而有盼望呢？求你照着你使我們受苦的日子和我們遭難的年歲，叫我們喜樂。認識咗主之後咧，其實我嘅屋企咧都冇咩改變過，但係咧更多俾我去發現咧，神咧係用緊我嘅過去嘅經歷咧，去成就咗我今日嘅自己。到今日啦，我有勇氣去成立自己嘅家庭啦。唔係神去改變咗我以往自己嘅家庭啊，而係咧我更加相信咧神嗰份嘅愛，神對我嘅預備。咁啊，我同太太咧去一同去見證神嘅嗰個恩典。人生係啲乜嘢咧？人生係勞苦受煩。詩篇又講啦，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嘅日子，好叫咧我們得着智慧嘅心。我哋嘅地上咧嘅日子係有限嘅，今日我哋又能唔能夠睇清楚上帝喺我哋每一個人生裏邊嘅召命呢？願主我們神的榮美歸於我們身上，願你堅立我哋手所做的工，我們手所做的工願你堅立。人生咧縱管有勞苦有受煩，但係咧若果我哋喺當中仍然去堅守呢條嘅窄路嘅時候，活出呢個信仰，神嘅榮耀咧就喺我哋身上去顯出。弟兄姊妹，當面對我哋自己嘅過去，活喺呢個彎曲悖謬嘅世代，願我哋咧都一同去掙扎，一同咧去見證神嘅榮耀。多謝。